情感專家系列之攻破男神女神心房，增加親密感，愛情心理學。大家好，我是情感專家系列的李博士 Dr. Jason Lee， 臨床心理學和腦神經心理學專家。今天我們來聊聊如何突破男神女神的心房，快速拉近彼此距離，增進親密感背後的心理學原理是什麼？治療師，喂，你好啊！今日我哋嚟傾下點樣可以用愛情心理學去攻破男神女神嘅心房，增加親密感。呢個話題好多人都感興趣㗎。你有冇試過覺得心目中嘅男神女神就喺你身邊，但你同佢之間嘅心靈距離好似隔咗千萬丈咁遠？來訪者，有啊有啊，特別係啱啱識人嗰陣，真係唔知點樣同佢拉近距離，感覺好似有層牆咁。治療師，好正常嘅感覺。其實世界上最傷感嘅事，可能就係你好中意一個人，但同佢之間有種隔膜。今日想同你分享下心理學嘅方法，幫你同心儀嘅人建立親密感。你有冇興趣學下？來訪者，有啊，我想知點樣可以同人快啲熟絡啲，特別係同我嘅理想型。治療師，好啦，其實親密感 intimacy 係愛情嘅重要一環。除咗激情 passion 同承諾 commitment 之外，親密感係令關係更深厚嘅關鍵。好似砌拼圖咁，你同對方要一步步了解對方嘅內心世界。講到呢個，就要提到一位心理學家亞瑟亞倫 Aaron Arthur， 佢做過一個好出名嘅實驗，用36條問題去幫陌生人建立親密感。有啲人仲因此拍拖，甚至結咗婚添。來訪者，真係咩？36條問題有咁神奇？係啲咩問題啊？治療師，係啊，真係好神奇。呢36條問題分咗3組，由淺入深。第一組係講價值觀，例如你理想中嘅一日係點樣。第二組就私人啲，例如你人生最自豪嘅事係咩。第三組就超級深，例如果今日係你最後一日，你會想同邊個講啲咩？佢嘅設計係用漸進式個人披露 （progressive personal disclosure）， 即係一步步分享自己嘅內心世界，慢慢同對方建立信任同親密感。來訪者，哦，咁即係話要慢慢傾開，唔係一開始就問啲好深嘅嘢。治療師，啱晒，就好似煲湯咁，要慢慢加熱先有味道。如果一開始就問啲好私人嘅問題，例如你人生最大遺憾係咩？對方可能會覺得你怪怪地，仲可能走咗添。亞瑟亞倫嘅實驗證明，循序漸進嘅分享真係好有效。有啲參加者話，佢哋同實驗搭檔變得好親密，甚至比同舊朋友更親近。來訪者，咁點樣先可以自然啲開始呢啲對話？我有時會唔知點開話題。治療師，好問題。一個小技巧係，你可以先分享啲自己嘅小故事，例如我細個好中意去公園玩，因為覺得好自由。你呢？咁樣既自然又俾對方機會回應。記住要平衡，唔好淨係問問題變成審問，亦唔好淨係自己講，俾啲空間對方分享。來訪者，我有時真係會唔小心問太多問題，變咗好似查戶口咁。治療師，哈哈。好多人都試過，下次試下放慢啲，先講少少自己嘅事，再問下對方嘅睇法，咁會舒服好多。呢個方法唔單止啱新識嘅人用，就算同拍拖嘅另一半都可以靠呢啲深入話題保持親密感，避開7年之癢。來訪者，7年之癢係咩意思啊？治療師，即係話拍拖耐咗，激情會慢慢減退。但如果有親密感同承諾做基礎，關係就可以變成長遠嘅細水長流。就好似一棵樹，激情係花，親密感同承諾係根，有根先可以捱過風雨。來訪者，明白啦，真係好有用，多謝你教咁多嘢。治療師，唔使客氣啊，我好開心幫到你，希望你試下呢啲方法，喺愛情路上順順利利。下次有咩問題，隨時嚟搵我傾啦。拜拜。關於攻破男神或女神的心房，我們就越到這裏。
希望這段內容能帶給你新的想法。這一集情感專家旨在幫助大家更了解自己和關係，建立親密感就像煮粥，要文火慢燉。如果你正在追求心儀對象，或者想讓感情升溫，不妨試試這36道題：一、關注本台頻道；二、點讚視頻；三、在評論區留言。評論區可領取完整清單。記得關注我們頻道，下期教你用腦科學破解曖昧信號。如果你對心理學感興趣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，我們會持續分享不同的心理學短片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可以看看我之前情感專家系列的影片。心理學不難，它能幫我們更好地面對生活。謝謝大家。